不，重点是他每天晚上都一样。这个人有奇特的夜生活习惯。最怪异的是，每层楼层监控都没有拍到过他出电梯，他就像是10点被电梯吞了，早上5点又被吐出来一样。哎，这个电梯怎么坏的这么频繁啊？你知道开设赌场要判几年吗？真的不关我的事。酒店闹鬼的传说是老板，是王英来让我们散布的。怎么可能？他是老板，干嘛要砸自己的场啊？酒店刚开业，就有人因为赌得倾家荡产，在酒店跳楼自杀了。老板为了掩盖赌场的秘密，就捏造出古墓的传说，说那个人是被鬼报复的。你戏演的不错嘛，干嘛不去当演员啊？这些都是王金来教我的。他为了让人相信，还到处显摆他的假古董金碗。那个金碗本来就是假的。是的，我从旧货市场花100块帮他买的。看来他算是死在自己散布的谣言上了。我觉得这群赌客是临时散场的，因为那天温小婉死了，所以他们听到警察来了之后就跑了。但是徐淼却是在18号凌晨死的。徐淼那边，一个赌友告诉他了一个新的赌场，他去赌完之后回来立刻被杀了。我觉得凶手一定是他一个特别熟的赌友。会脏到这个程度吗？哎，校长，辛苦了，就1两。谢谢啊，我不吃这个。啊？这上面很多防腐剂的，影响智力。哎，
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俩了？是啊。那我换个地方。哎，不用，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好，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你可是智商160的天才少年啊！哎呀，全是问题啊！首先，这些死者的之间毫无关系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招鬼的人跟酒店有什么关系。况且他们的死因都很奇怪，温小婉是项链勒掉了脑袋，杨子呢是被炸死，王金来呢是在床上被淹死的，而徐淼木头抽子磕死。天哪！什么症啊？这孩子又犯病了。哎，除了你们大堂经理，还有谁能看到这些人的资料？保安也可以，怎么看到的？因为大堂里有2台可以上网的电脑，但是上网前必须找保安登记身份证资料。酒店员工里边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有个地下赌场？除了我和值班的保安，就再也没有别人了。这里没人，但是2个保安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了。但是他们开机的最后显示位置，确实是这个值班室。他就是那个招魂的人，而且招的是他母亲的魂。找到杀死杨子的凶器了。字迹完全一样，温小婉手臂上的字就是他亲手写的，你看。你在找什么呀？就是这个，上面写的很清楚。五鬼运财大法就是将5个金木水火土不同命运的人，用5行的方法杀死，取其魂魄，炼成小鬼。温小婉命中带金，而酒店老板是水命，杨子为什么会被炸死？因为他命中带火。徐淼5行属木，于是把他推到木桌子上磕死，是吧？他们觉得五鬼集齐了4个，最后1个很快就会回来，所以不会收手。乙巳年11月15日子时，2水4火2金。乙巳年11月15日子时，2水4火2金。1个金，1个水，2个火，4个土。土啊！糟了，他们有危险！哎，你说我在这真能看见我妈吗？这里是整栋大
就算这里3天没有人收拾房间，也不可能会积这么多。除非是同一个楼层有人在施工啊。而且这里不止一个出口，否则他们每次出门的时候，都会经过酒店的监控。 楼长，是，那天晚上跟他说过一些事情，他不听啊。我承认，那天晚上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运气特别的好。慢。不可能啊！我靠！你说我了？不可能！快跑啊！警察来了！胖保安告诉你五鬼运财，最后你却把他给杀了。是，我是把他杀了，但是我绝对不会亏待他。我给他找了全中国最好的风水宝藏穴，我要让他的子子孙孙福泽无穷。你真是走火入魔了，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。反正有钱才是王道。我曾经找过一个高人给我算过，他说我这辈子命特别好，晚年能享福。可是你的晚年很可能都在监狱里面烂掉，更有可能你根本就没有晚年。哎，黄总，辛苦了，你的明信片到了。谢谢啊。
怎么了？没事。不过，一直有一个谜底没有被揭晓。温小婉自杀了以后，垃圾箱是怎么跑到原处的，对吗？嗯。我的推测是那天啊。记得我妈，一定要帮我把话带给她，就说我在老地方等她，一定啊。你给我站住！说你呢！公园已经关门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！